好多爸爸咧都同我講同一番說話，就係話阿 Matt 我冇動力啊。但其實咧個真相係你唔係冇動力，而係咧你未揾到一個肯定，一個咩肯定咧？就係你覺得肯定咧一個會 work 嘅方法咯。想象下，我俾你上個山嗰度，俾個單你叫你踩落嚟，同你講你落去啦，你落山啦，希望你唔會炒車，你一定唔會喐啊！呢個唔係因為你懶或者你唔想，而係因為咧你唔肯定架單車咧穩唔穩定。或者咧會唔會安全咁樣帶到你落山？呢個咧正正就係好多爸爸咧對於減肥嘅感覺。咁我好知嘅，因為我當時都係有咁嘅感覺嘅。爸爸們咧係想改變嘅，但係冇一套咧真係可以幫佢哋40歲好忙冇時間嘅爸爸嘅一個方法咧，成件事咧會變咗好似束手無策啦，好慢啦，冇盡頭，又咧唔知可唔可行咁樣。當件事唔肯嗰陣時，個腦自然咧就會熄機。其實冇人同你講。真相就係話，當你安裝一 set 單車嘅輔助輪啊 ，trainer wheels 嗰陣時咧，你可以咧唔需要再等呢個動力嚟咧，都已經可以開始噶啦。肯定咧，其實會產生行動啦，行動就會建立信心同埋一個結果咯。當你知道個步驟夠簡單，當你知道成套方法會 work 嗰陣時，當你知道今次咧唔會半途而廢咧，你根本就唔需要再等動力先開始，只要跟住個系統做咧，就已經會成功啦。咁呢啲輔助輪啦，一啲簡單嘅步驟啦，逆施瘦身嘅原則啦，每日一啲小勝利咧，就係嚟緊咧，我呢幾個 video 咧會教大家點樣去逐漸咁去建立嘅一個目標。相信我，當你開始咗用呢個逆施瘦身嘅原則嗰陣時咧，你根本就唔需要再去追呢個動力啦、恒心啦同埋意志，因為成件事咧已經會變咗自動波，一路咁樣帶住你向前行。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學多啲點樣做呢個逆施瘦身嘅方法啦，點樣可以有一啲簡單嘅步驟每日跟住啦，有一啲好簡單嘅小勝利咧，可以歡迎加入我而家呢個新嘅免費嘅群組，咁大家咧都會全部學識晒噶。咁希望喺裏邊盡快見到你，加油！